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连锁的药妆店将做歹徒下手的对象，发生伫新北市的新庄，两个歹徒看已经进晚了，附近的店家拢休困了，但是药妆店还未关门，就举刀举枪冲入去，用速大把三个女店员绑起来，10分钟内抢走着东港的营业额18万。警方已经掌握着嫌犯的特征甲逃走的路线，全力咧抓人。 药妆店剩10分钟就要收店休困啊！两个查甫人经过店门口，迈入去边仔防火巷，等人客离开了后，铁门敢若漏一芳，两个人就软入去划抢剑。控制3名店员，那1名呢持刀，1名持枪。歹徒一入去店内就摕速大将3个女店员手绑起来，压入柜台，讲我袂伤害人，将钱摕出来，我要钱尔。 抢的过程较无10分钟，就抢走营业额18万。离开前，佮问店员讲，交到可能对，会使放伫边啊。意思讲要店员家己脱困。甲店员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10分钟后才会使报案。歹徒离开时，佮真自在，慢慢行入巷底，离开现场。警方这里得到消息了，伫巷内面找监视器画面，要找出因逃走的路线。 发现讲，伊伫路边载一个计程车，讲要去南口中间看亲人，其实是伫病院附近换计程车往桃园方向逃走。